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1号。这一期咱们还得继续聊一聊中美贸易，聊一聊关税我在有一期节目说过就是特朗普还有这个万斯他最近这个关于中美贸易，甚至全球贸易他认为美国吃亏是中国或者是欧盟或者日本、韩国在剥削美国，在占美国的便宜，巧取豪夺这个万斯甚至说过他说那个中国农民中国乡下人借给美国人钱，然后来买中国乡下人生产的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就是占尽了美国人的便宜，在压榨美国人，引诱美国人消费。这个恰好又跟这个咱们以前正能量，对吧？小粉小红他们观点完全一致叫殊途同归吧。就是这个小粉小红正能量他们认为我们，对吧，这个提供廉价的产品养活了美国，但是万斯他认为我们在引诱美国消费。总之都觉得吃亏，按道理那脱钩不就是顺理成章吗？也这双方都觉得吃亏，那你还做什么生意呢？但是现在你从这个真正的这个现状看，对吧？这脱钩呢双方都不愿意所以才有贸易战，然后才开始你喊我，我喊你，要谈判，但不能这么搞。所以这个特朗普这一次这个贸易战让大家对这个贸易尤其咱们国内的这个在世界经济中链条又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大家看很多人也开始糊涂了，这个争论也比较多。你比如说最近这个经济学家马关元他做了个视频他说中美贸易究竟谁吃亏？他说再不能每年2万亿补贴出口刺激别人消费了。马关元老师他在他这个视频里面他主要是讲到这个，对吧？美国人他认为他吃亏，实际上马关元他认为咱们吃亏，而且为了出口说咱们每年要补贴2万亿把这2万亿如果用在国内消费上面，补贴给大家消费，对吧？那这个你与其补贴美国人消费，还不如补贴咱们自己人消费。他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大家看视频中美贸易究竟谁吃亏了？究竟谁占便宜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几天义愤填膺的表示说，你看这个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美国人举债消费，又把这个价格非常便宜的东西给美国人以后，把美国的制造业给摧毁了。所以他认为中美贸易等于是中国抢劫美国，这种谬论怎么得来的？其实在中美贸易里边，我们从人性的底线来讲是稍得益，但是事实上我一直认为中美贸易最终吃亏的是中国。为什么吃亏的是中国？我们可以把中美贸易分成揉碎了，可以分成这么几步。第一步，美国生产美元，中国生产产品。那美国生产美元的成本很低，中国生产产品的利润很低我们没赚多少钱，那我们的那些产品本身利润都很薄。第二步，中国把生产出来的东西，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给美国，美国把自己更便宜的美元给了中国，对吗？中国得到美元，美国得到产品，美国人没钱消费，怎么这个时候中国人拿到美元以后又不花怎么办？又以很便宜的利率，甚至可以讲真的又送回美国，把赚的这个钱买了美国的国债。美国国债利率很低以前相当于是非常低的这个利率借钱给美国。所以这一步完成以后，美国又得到了自己生产的美元，中国剩下什么？中国什么没剩下？你说谁吃亏了？经过这个贸易的一个完整的闭环以后，美国既得到了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又得到了美元，中国还帮着美国人融资让他们消费，而且那个利率又非常低，中国根本没赚多少钱。我一直不愿意讲这个，其实真正吃亏的是中国。美国制造业是谁摧毁的？美国制造业是自己，因为过去美国人没有必要干制造业，因为干制造业很苦的，干制造业最终赚的钱很苦，所以美国人一直是设想把那些价值链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转移到这些国家以后，他自己赚这个国家的钱，他自己只要做价值链的高端就可以，这他过去打的如意算盘。所以他为什么过去拼命的推全球化，想让全球人民帮美国人干活，帮美国人赚钱。结果最后他发现制造业全转移以后，美国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他又把责任传是你们。所以美国人一直讲是中国人骗他们消费。怎么骗他们消费？第一，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东西；第二是又把廉价的资金给了美国，推高美国人的债务。这个事只能怪美国人。所以国际贸易真正不公平是中国制造产品但赚的钱很少，其实价值链最高的还是美国人赚的，对吗？在中国有多少赚钱的美国企业？中国有学者其实专门算过，对中国这个收益率，年收益率
是超过10%的。年化收益率到中国来投资，年化收益率是轻轻松松超过10%的，赚了钱还拿走物美价廉的东西，最后中国人赚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国，美国人什么都得到了，你说谁吃亏了？所以我老觉得玩法玩不下去，因为长期玩下去，其实吃亏的是我们啊，我们会一直在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一直很卷，那我们的利润非常非常高，一个苹果手机上面我们赚了那么一点点的钱，所以你说谁占便宜，谁吃亏，一目了然。所以我现在我强烈的认为，我们不能再继续，即使特朗普不逼，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个费劲生产出东西很便宜，给其他国家还廉价的资本也给他们，帮着他们消费，最后什么好处还没得到，还挨人骂。我们还有很多补贴，我们每年出口补贴2万亿，大家想想，如果把这2万亿直接让中国人消费，我们的消费早都起来了，我们干嘛要干这种事？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真的你打不打，我都觉得我们没必要玩这种游戏，玩不下去了。所以要以我们为主，我们生产东西要让中国人消费，我们赚钱要让中国人花，多不好，对吗？还不会受抱怨，对吗？到中国的东西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再去找替代，我认为找替代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就这个而言，这真的没必要。就是我们每年我们在消费层面我们拿钱很难的，我刺激国内消费拿多少钱？我每年的出口补贴，出口方面的退税多少？2万亿啊！那这2万亿大家想想，留在国内消费，留在国内给老百姓，那是个什么状况？我们的消费早都起来了。我们等于是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给出口补贴，最后捞不到好处，还是我们骗他们消费，还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在我们。那你一直推的，你过去是你在推这个事，搞外包离岸生产，这不就你推的吗？到今天当我们把制造业做起来以后，制造业离开美国以后，你突然发现不行了。所以这个真的你不能跟流氓讲逻辑，但是必须把逻辑讲清楚，给普通人讲清楚，究竟谁占了谁的便宜，我想这个事儿一目了然。这个马冠元老师啊，他关于这个说咱们对美国出口，对吧？到底谁吃亏，谁占便宜？我认为啊，这个马冠元老师很多地方说的都非常有道理啊，但是他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值得商榷，也就是我有不同的看法，对吧？我来说一说啊，供大家参考。首先第一个啊，贸易是叫互惠，就只要这笔生意做成了，那应该是双方都是得利的。就如果说这笔做成了，我亏，我就不赚钱，完了美国人占便宜，那你说我为什么做这笔贸易呢？我难道是，对吧？我是某个超市吗？某个超市说我帮扶别人啊，我这个亏了几千万或者少赚几千万，难道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吗？就跟别人做生意亏钱给人做，说不过去啊，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啊。你亏钱给人做，那你长此以往，你不就亏没了吗？这不符合啊道理。这个也就是说，你只要交易达成，一定是双方各取所需。有的时候明面上看是赔钱的，你是单独算了经济账，你没有算别的账，你综合到一起，你也是赚钱的，你是合适的。因为毕竟这中间没有强迫，如果说强迫你交易，那你说我赔钱，我不交易，我不卖，他叫抢，对吧？我不卖给他，他就自己拿，那我不如卖给他，对吧？少赔一点。但毕竟这个社会它不是这样，这个世界也不是这样。那除了俄罗斯，对吧？目前遵循的是这种，你不给我就抢，你不给我就自己拿。那毕竟其他国家还没有这么干的嘛，对吧？特朗普他要这个格陵兰岛，那他也说的买，他并没有说我就白要这个地方啊，他还想花钱呢。那就看丹麦卖不卖，完了看那个格陵兰岛人自己愿不愿意，还是个协商过程嘛。如果他用武力去强占，这性质就变了，那他跟俄罗斯是一样。所以说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贸易交易只要达成，这中间只要没有武力胁迫，那么双方都是互惠互利。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交易达成了，谁占了便宜，我觉得这个违背了商业精神，对吧？你把一个国家搞得跟超市一样的，超市那是自娱自乐啊，对吧？他想怎么说怎么说，你拿他没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我们赚了美元，然后啥也不是啊，这个美元也回美国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啊。因为我搞过企业，你把中国啊，你要当个企业来看，那特朗普不叫把美国当企业看吗？你把中国当个企业来看的话，你把产业链给它合并一下，产业链就是源头就是原材料嘛，中间各个环节加工，到最后变成
产品，这中间对吧，各种这个叫商务形式或者加工模式或者这种这个生产形式等等，无非就是前面是最开始是原料，后面变成产品，各种原料产业链混到一起，最后出来一个产品。所以你把整个的合并同类项啊，你就得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它就是个大工厂，一个工厂有几个东西呢？一个是资金，这个资金谁提供呢？当然我们自己有，还有外资，对吧？有我们自己的有国企国资，也有民企，对吧？这都是资金。好，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原料，就你这东西从哪进口的？是你自己的还是进口的？技术，然后你的厂房，对吧？你产地，你得有地方生产啊。你只要有产地，你就涉及到环保，对吧？这个什么污染、能源、运输、物流，对，所以你看，那就劳动力就是工人，你有没有？然后就是能源，就是你什么工厂都需要能源呢？能源最后就是石油吗？当然还有其他的啊，就是我们简化，它就是石油。你是煤炭，对吧？你最后变成电，那都是能源。那这个整个的一个工厂里面，我们提供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提供一个地，那肯定是我们因为在中国生产嘛，我们提供地，物流是我们，人工是我们，这个全部是我们自己。那资本呢？那有部分是外资，有部分是我们国企，有部分是我们民企，这个对吧？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外资投资人他就赚他的资本的钱。这个马官员说啊，10%，那也是他应该得的，他出钱了吗？能源呢，对吧？能源我们自己有一点，但是大部分要进口啊，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从中东进口石油，对吧？从澳大利亚进口石油、天然气，我们能源大部分要靠进口啊，我们自己那点能源恐怕管自己都不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到中国之前呢，那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村，对吧？一到冬天他就挨冻啊，柴都不让他烧，因为这个环保问题，烧电他烧不起，太贵，所以相对来说天然气还稍微能接受一点。但是我们缺气，对吧？这个咱们说过很多回。那这个问题直到对吧前2年才解决，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它没地方卖，被迫卖给你大国，那个价格还相对优惠，所以河北的农民他就能稍微能用得起吧，反正比电要便宜啊。好，这是能源要进口，原料呢？原料你也得进口啊，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澳大利亚的煤矿，印尼的镍矿，刚果金的钴矿，对吧？这个巴西的铁矿石，美国的大豆或者巴西的大豆，乌克兰的粮食，你这都要进口啊，都要买。那这些你拿人民币买是吗？你不都是美金买吗？所以说你要把我们看这个工厂的话，大体上就是我们叫两头在外。什么叫两头在外呢？就是原料也从外面买，然后这东西要卖出去。当然我们部分原料我们自己也有，那部分东西我们也自己也消费，对吧？那但是你看内需不是少吗？对吧？这要不然咱们要外贸呢？内需毕竟少，内需不振嘛。我们自己的资源不够嘛，粮食你得进口啊，对吧？那饲料你不进口，咱们的肉都吃不上啊。所以你简单的一看，你就发现了哦，原来我们就是提供劳动力，我们有资本。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没有资本，现在有了资本，资本也赚一点钱，对吧？比如我们自己的这个民企，它的资本，对吧？国家也积累了一些资本，这些对吧？跟外资是一样，它都要赚钱的，不过效率高低而已。所以这里面你发现了，我们原来啊说来说去就是我们无非就是出劳动力，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赚了很多的钱，赚了美金。那你这美金该买原料的买原料去了，所以你最后一发现，原来我们就是赚个加工费嘛。这加工费里面恐怕就含技术，对吧？你的技术也能算成钱，别人加工不了嘛，只能我们加工，对吧？这个属于技术。那个劳动力呢，对吧？我们996，对吧？我们能卷，我们加班不要钱。你看卷了就这个，我想大家把这个搞明白，你就知道我们的经济的主要的模式，对吧？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航运行业居然能后来居上，对吧？人家这个大航海时代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他们的那个远洋运输，对吧？发展比我们早，但是我们就最近20年，差不多把全球那个造船业也不敢说垄断嘛，至少70%吧，没几个国家能跟咱们竞争了。为什么？特朗普的一些要求啊，也不是特朗普，就是美国啊，准备对所有中国造的船要征税，你到那个港口啊，给你多加钱，要打击中国的造船业。那为什么中国造船业这么发达呢？就是因为中国是两头在外，就是说我要船去拉东西，拉石油，拉铁矿石，我要用船去把这个集装箱运到欧洲，运到美国，把那个汽车，对吧？滚装船要运到欧洲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那你肯定得自己造船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们的造的船越来越大，造的船越来越先进，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的航运行业才发达呀，对吧？这个特朗普啊，要对中国造的船要征收一笔特别的费用，你可以去看新闻啊。特朗普现在好像就暂停，因为他们发现啊，一旦你要对中国造的船征税的话，那就完了，连美国的农产品都运不出去。等你美国人把船造好，那10年过去了。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就知道我们是两头在外，我们东西要拉进来，产品要运出去。你说你要是一个公司老板，你会用外包吗？说我找别人来帮我运，他都会想到那我自己建个船队，对吧？我自己造船。所以你看，因为你有这么大市场，所以你航运也发展起来了，造船业也发展起来了。特朗普他就很焦虑啊。美国现在造一艘军舰，至少目前呢就要花很长时间，但是大国呢说是像下饺子一样，所以特朗普他焦虑啊。这是我们说远了，就是说我们是两头在外，就是我们挣美元，我们没花美元，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说我们补贴2万亿给美国人去消费，对吧？也就是我们出口嘛，出口要反税，对不对？就是来刺激出口，一年要2万亿，这客观上啊，就好像是补贴美国人消费了，但这个说的对不对咱不管啊。首先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个误区吧，因为你补贴的是人民币啊，你把人民币发给大家去消费，你就是我们要消费的前提是你有大量的美金，你有美金，你有外汇，你才能买那个美国的黄豆啊、玉米啊，对吧？你才能买阿根廷的牛肉啊，你才能买澳洲的大龙虾呀，你才能买意大利的红酒啊，这些东西你用人民币能不能买得到？如果说你要用人民币能买到，那这个模式就成立了，我们就玩命印人民币就行了嘛，咱也学美国，对吧？拿人民币全球买完之后，咱印完咱还嘛，对吧？以后咱就开始还债。美国现在不是美债不就36万亿了吗？我们也可以这么玩，人民币只要大家认啊，我们拿去买呗。你人民币能买这个阿根廷的牛肉吗？现在可以啊，因为咱们一个互换，但是不多啊，对吧？咱们跟阿根廷有这个本币互换，但那只有一点额度啊，所以我们要消费，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买来消费，我们自己没有，那你拿什么买？人民币能买吗？你还得靠你赚美金，拿着这个美金去买，因为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关起门来说我们外贸无所谓，对吧？我们就内需消费，那就和一个餐馆把门一关，对吧？有没有顾客不要紧的，我们服务员自己吃，你这个餐厅能吃富起来吗？效益能吃好吗？不行，老板我借钱给大家，对吧？我们在这消费，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要出问题啊？你可以自己记账，让大家去消费，但是你这个鲍鱼你得买啊，对吧？龙虾你得从买啊，对不对？你的食材都要去买啊，都要花钱呢，你这钱从哪儿出呢？你内部人消费可以啊，对吧？你做我思想工作，说我这吃饭挂账，对吧？我作为员工啊，咱们刺激消费。我现在没钱，公司说我借给你钱吃，那大家都吃啊，那不就坐吃山空吗？因为你原料你要花钱买的，你从哪儿挣钱买呢？一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不是说刺激消费不对啊，是说刺激消费你的前提是你得有美金呐，你得能全球买东西来给大家消费啊。要不我们消费空气是吗？他说你消费新能源汽车啊，是消费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里面电池，对吧？镍你要从印尼买，钴你要从刚果金买，还有很多芯片你要从国外进口，那都要花美金去买啊。所以说啊，我认为这个说把这个补贴2万亿给大家来刺激消费，这个是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民币跟美金是一样的，全球通行，那就可以，咱们就可以多印点美金，大家发一发消费。你印人民币你怎么消费啊？那不就是坐吃山空吗？那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啊，那美金怎么来的呢？你还不是玩命像我们人肉电池做牛马攒来的人民币美金啊。当然了啊，咱们说是一码归一码，也就是我们通过大家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是靠劳动力，再加上一点技术，对吧？我们在这个生产制造中，在全球经济中有那么一席之地，然后呢就攒点血汗钱。这个美金啊攒下之后，现在有人不让我们攒，对吧？那特朗普的外贸他的贸易战就这意思嘛。你也简单理解，就是特朗普他不想让你攒了，因为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你从我这卖东西给我，你赚了5000亿美金，好，你把这5000亿美金你要从美国买东西走，那大国说不行啊，我要买原料啊，对吧？我这5000亿全买了你的这个黄豆，那我那镍钴那东西拿什么钱买呢？大家懂吧？有很多人反对啊，我们现在说，你看啊，我们在外面攒了那么多外汇，那如果对应的给牛马啊，给韭菜，就是咱们就提倡叫分配公平，你只有分配公平了，那才能促进内部消费。也就是这个钱你不能给那个婆罗门，对吧？权贵分得更多，你分得更多，最后就是不公平导致消费就不振，这是两件事情。这个前提是你有美元，现在人家说你都没有美元了，不让你赚美元，你说你在这叫好，你说反正我也分不着，对吧？我不公平，那干脆大家都没有，对吧？这就属于赌气啊。就我们第一步是先要有美元，就是我们一起要把这蛋糕做大，所以我们得玩命的出口，对吧？特朗普不让我卖那不行，非得卖。有了这个美元之后，我们再要讲究内部怎么样去分配更公平，刺激内部的这种消费，对吧？
提振内需。公平的前提是有，如果是一穷二白的公平，大家一样的穷，那有什么意义啊？那我们发展是为了大家一起穷是吗？所以当这个特朗普对大国加关税的时候，还好多大国的人在那儿鼓掌，我觉得你这不是脑子坏着了吗？你本末倒置。所以说在国内的化妆粉那绝对是个畜生，连这基本道理都搞不清楚。那你国外的化妆粉咱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国内的也就是对这种做法，那我们肯定是反对的，对吧？你不让我赚美元那是不行的，你不让我赚美元，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啊。赚了美元之后的分配，那是我们要解决的，前提你得有，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蛋糕啊，你不能全给大头啊，你不能按维欧老师说的办呢，对吧？也不能按家头说的办呢，这不搞集体，对吧？全是大头拿走了，那咱们没有，咱们就只能是没钱消费，勒紧裤腰带，对吧？你让我买什么我都不买，没钱。所以我们要分清主次，不要在这搞民粹，不要煽动，对吧？前提是先要挣美元，挣完之后再谈这个怎么样更公平，这个大家要监督，对吧？大家要呼吁，不就这点事吗？啊，如果说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战，全球关税壁垒全球化结束，咱们挣不了美元，这个美元咱要打个引号，叫硬通货，拿出去什么都能买的，那你说牛马的日子会更好是吗？那就得挨饿了。所以我们聊问题啊，叫一码归一码，把事情聊清楚，不能本末倒置。我们从小的教育啊，误导了我们，老说我们是地大物博，是吧？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印象吧。我们从小学教育就是我们是地大物博，实际上呢，对吧？你跟俄罗斯比一下，你跟美国比一下，你跟加拿大比一下，你跟澳大利亚比一下，你就发现咱们人均占有资源那就是穷的可怜。人均占有资源啊，那就意味着我们靠自己活不下去啊。人均占有耕地才多少啊，对吧？人均占有铁矿才多少啊？我们适宜人居住生活的地方，虽然我们是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我们只有1/3的地方适合居住。也就是从这个黑龙江那个叫对吧画一条线到云南的腾冲，这叫胡焕庸县，东边适合人居住，西边的不适合，人口稀少，对吧？我们要认清现实啊，就是我们人均占有资源是非常穷的，所以我们最终就是变成劳动力呗，对吧？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10亿农民，对吧？有将近10几亿农民，都是生产力。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啊，刚开始主要是靠劳动力和厂房，就是我们提供地方，然后后面慢慢发展到我们既提供劳动力，我们也有点技术了，再到后面就是我们不仅提供劳动力，我们还有点技术，我们还有点资本，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在产业链里面就赚的钱就稍微越来越多一点。这个就像开公司一样嘛，对吧？你投入多少，我有资本，对吧？我有技术，我还有人，那我就占的多一点，就是整个产业链我就多分一点。然后这里面就涉及到马冠元老师说的啊，苹果手机，我们组装苹果手机只有5%的利润，利润很薄，大头是美国拿走了。因为我觉得马冠元老师这个他没说清楚，这容易让民粹啊欢呼。因为这美国人家科技公司，人家在站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人家是赚的是专利费，对吧？人家是技术占大头，你只是组装，你只是靠人力赚点钱，对吧？这两个性质不一样的，这产业链分工不一样，要不人家创新干啥呢？这就是分工啊。所以我们也要搞创新啊，就是我们赚5%，我们觉得不够，对吧？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韭菜现在也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工资。你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工资，你靠那个5%的利润养活不了啊，提供不了，是不是这样的？你就是富士康打螺丝，一个月给6000，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啊，对吧？你大学毕业你愿意去吗？在富士康打螺丝给你6000，不愿意嘛。所以我们也要搞创新，对吧？我们要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样才能解决更多人就业，对吧？提供更多的好的岗位。那我们就得往上走啊，往上走不就跟美国也干上了吗？美国说这一块是我的领地啊，对吧？咱们说好了，对吧？我搞这个高精尖，我搞这个科技，你搞工厂，对吧？你生产就完了。结果搞生产的想搞高科技，搞高科技的怎么办呢？对吧？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对吧？这个工厂的给你了，生产也给你了，我这高科技你要来抢，那或者我没路走了。所以你看，这个特朗普就是叫没苦硬吃，他要生产制造业回流，对吧？他也让铁锈区啊这个红脖子尝一尝这个蹬缝纫机的这个乐趣。你看是不是道理啊？那美国人为什么紧张呢？不就是你天天我的 DeepSeek 出来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都是要超过人家，那你说美国还有活路吗？他的焦虑就出来了。所以我在节目里说过了，这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说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啊产业升级，这什么一会儿制造，一会儿2025，一会儿是这个对吧？要搞高科技，这个都是被老百姓被大家这个逼的嘛，大家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嘛，因为人人都想过好日子啊，人人都不想去拧螺丝赚4000，对不对？都想坐在办公室里面啊吹着空调，一个月2万，那这种工作在哪儿找去？那只能往上走啊，你往上走，你就这边就碰到这个美国了嘛啊，这是我的观点啊。所以说你看这很多美国人呢，包括万斯，对吧？特朗普他就觉得美国已经空心化了，啥都没有，本来值得骄傲的高科技，这有人还在追，你搞高科技，那我就搞制造业，对吧？不仅我要搞高科技，我制造业我还要回来，不就这意思吗？美国人说咱们搞高科技不行，
对吧？那咱们认为美国人你搞制造你不行，你成本高啊，不就一个道理吗？美国人说不行不行，我也要试试。中国人也一样啊，你说我搞科技不行，我不行我也要试试。迪布赛给搞出来了，一个道理啊。所以这里面最后还归根结底还是讲到一个比较优势，就是你这个国家适合干什么，对吧？你这个国家适合干什么，还是有一些比较优势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在我们这干就是成本低，它就是效率高，这就是你的优势。那如果充分竞争的话，那别人没办法，只能让你干。那这就是自由贸易嘛。那美国呢？有的东西就是在美国干才效率高，才有成果，你抢也抢不走，这就是美国的优势。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啊，最终在这个世界贸易里面找到自己位置。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对吧？这是我一个，咱们只是就事论事啊。我们讨论问题不要先贴个标签，你给贴了个标签之后，你问题就没法讨论了，对吧？你这最后就立场蒙蔽了你的眼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